一起来倒数5、4、3、2、1。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跟隔壁的朋友们说：见到你真好！见到你真好！哇，非常开心，今天看到我们非常多的弟兄姐妹齐聚在我们永光教会的礼拜堂。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欢庆主耶稣的降生。现在我们也跟隔壁的好朋友说：圣诞快乐！好，我们现在用非常期待的一颗心，2019年永光教会圣诞庆典，发现真幸福。现在开始，热烈掌声欢迎！Let's reconcile. Join all ye nations rise. Join the triumph of the sky. With angelic hosts proclaim, Christ is born in Bethlehem. What the herald angels sing. 来，让我们一起来打拍子。The herald angels sing. Điều nhà thì sai để nhìn có quy cần đi sinh sống để chịu hòa bình lòng siêu nguồn sống để thuê in điều chính cùng sẽ cần ta có điều quân kỳ参加天quân来欢喜，丢个比赛到生命，基督降生变已经，丢个比赛的因果，归一个的新时空。归于新生王，听那天使高声唱，荣耀归于新生王，听那天使高声唱，荣耀归于新生王，平安怜悯遍四方，主赐喜乐到万方。兴起世上各国家，响应天平来颂扬，天使同欢唱，耶稣基督已降生，听那天使高声唱，荣耀归于新生王。高声唱，荣耀归于你，荣耀归于新生王。阿门。To a nuclear blast and a super sonic. 我们一起拍手。就拍手，我们欢迎！我们一起来唱。大地皆他君王，威严中心，天被地方。我们欢迎我们的三大，我们来欢迎我们的永
光三帅，掌声欢迎！他们即将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脱口秀表演，普世欢腾，普世欢腾就住下场，一起来拍手哟！见他前方，为人中心，预备地方，祝天方不可长，祝天方不可长，祝天方不可长。各位弟兄姐妹，欢迎来到永光教会。各位兄弟姊妹，欢迎来到英公教会。My brothers and sisters, welcome to Elite Church. 我们是永光三帅，我是豪帅，自豪最帅。我是主帅，主要就是帅。帅哥不用自己说，我是人称永和清晨舞的，不小心就是第一帅啦。以世俗的眼光，也许我们的外形不是最帅的，但以我老婆的眼光，我是真的很帅。40岁的男人，不用靠外表来说自己的帅气，靠的是要努力做人，认真做事，这样的男人最帅。今天我们要来真正介绍一位最帅的人。掌声鼓励鼓励！他在2000多年前诞生，他是上帝的孩子，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虽然出生在马槽，却充满上帝对世人的爱与祝福。这位最帅的人，他就是耶稣。耶稣在这个世界上，虽然只待了短短33年，却完完全全奉献他自己。他医病，他行神迹，他传讲神的爱。他的帅由内而外，你会对他温暖的帅气微笑，也会为他舍己的帅气哭泣。这样帅的耶稣，就算是来到2000年后的今天，他的帅气也依旧丝毫不减。因为他的行事为人都带着爱。谢谢主耶稣，你的降生让我们真幸福。各位弟兄姐妹，欢迎来到永光教会。各位兄弟姊妹，欢迎来到英公教会。My brothers and sisters, welcome to Elite Church. 永光教会庆祝圣诞节，让我们一起发现真幸福。圣诞来临，家人团聚，温暖是来自爱的气息，祝福来临，恩典满溢，让神的旨意留下美好回忆。Oh Christmas Day， 哦平安夜，每一个人都不能缺。Oh Christmas Day， 哦平安夜，让爱充满你我之间。我们一起拍手来赞美，一起来唱。
是万方，万民都当欢唱。田野洪涛，山林平原，响应歌声嘹亮，响应歌声嘹亮，响应响应歌声嘹亮。大声的赞美，不是欢腾，主耶稣为我们带来的真光真爱，每一个人都当歌唱，赞美他，让他开能。天野洪涛，连天界、山体都在颂扬上应歌声嘹亮，响应歌声嘹亮，响应响应歌声响应响应歌声响应歌声嘹亮，响应歌声嘹亮，响应响应歌声嘹亮。哇，今天来了非常多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在这里来庆贺耶稣的诞生，你知道吗？也有人他们在家里因为身体的状况，然后他在医院里，他们透过直播跟我们一起庆贺耶稣的诞生。我们一起说来，圣诞平安，圣诞平安。好，接着呢，我们要这一首诗歌的时候，有时候牧师会点你来唱歌哦，所以你要预备好哦。我们先请乐团要来先为我们唱，我们来聆听主的爱如何在这里运行。绿色树下堆满礼哇物，回应小彩声色卡片围绕路，笑容在人们的脸上流露，喜乐从音符画我出们。要走了，绿起来色树下堆满礼物，彩色卡片围绕火炉，笑容在
跟他说，耶稣是最美的礼物。耶稣是最美的礼物。好，我们来宾请坐。谢谢，我们再一次的给我们的赞美乐团，还有我们刚刚最棒的合唱团一个热烈的掌声。好，我觉得刚才呢，真的是我这一年当中呢，听到了最美的合唱了。的确呢，我觉得有许许多多的诗歌呢，都让我心欢喜，我的邻里快乐。许多不必诉说你的快乐、你的苦痛，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他都知道。今天我们一起来欢迎主耶稣的降临，真的感到非常的开心。还有一些刚刚才到的朋友，不过没关系，我们一起再一次的大声的跟隔壁的人说：圣诞快乐！圣诞快乐！接下来呢，是我们耶稣最喜爱的小孩，即将由我们社区舞班我们的1到3年级的小兔班的小朋友，每周六呢，在教会里面开开心心的学习舞蹈、练习舞蹈。就在今天，他们要将最好的赞美献给神。掌声欢迎我们的小兔班！再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God made me, He made everything. 一起来拍手。 God loves me, He can do anything. If I run over here, if I run over there, God is everywhere, and He loves me. When I look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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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He's real. When I look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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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believe what I found. When I look in God's Word and I search for Him, He rewards me, 'cause He loves me. God made me, He made everything. God loves me, He can do anything. If I run over here, if I run over there, God is everywhere, and He loves me. 哇，他们可不可爱？ I know He's real. When I look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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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believe what I found. When I look in God's Word and I search for Him, He rewards me, 'cause He loves me. 耶，再给他们一个热烈 When 掌 I look 声。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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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He's real. When I look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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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believe what I found. When I look in God's Word and I search for Him, He rewards me, 'cause He loves me, 'cause He loves me, 'cause He loves me. 耶，掌声鼓励。掌声鼓励鼓励，再一次谢谢我们的小兔班。谢谢小兔班精彩的表演。接下来又是我们聆听最美诗歌的时间喽。大家知道吗？上帝是多么的爱我们，但是我们世人犯了太多的罪，因此他差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在2000多年前来到这个人世间。在他降临的那个夜晚，很宁静，星星也为他闪耀。玛利亚轻轻地摇着刚降生的耶稣，天使天君也都来颂赞。让我们一起欢迎联合诗班所带来的《宁静夜》以及《起来》。耳鸣亮起。
是的，起来，起来，让我们从沉睡中醒来，让我们从低迷的情绪中起来，让我们从今年你也许有一些不安，也许有一些彷徨，到了年末的时候，到了主耶稣降临的日子，让我们重新站起来，因为有主的爱，我们就可以起来。跟你隔壁的朋友说：起来吧！好，起来吧！接下来我们的好朋友们呢，都已经准备好要起来了。是我们的小熊班，就是我们4到6年级的小朋友，他们不仅在舞蹈上面有非常好的展现，甚至在他们的当中有许许多多都是我们永光教会小小的基督精兵。不管是我们在长的，我们都要向他们学习。现在我们一起看着我们的小熊班为我们带来的 Dancing Show， 掌声欢迎！掌声鼓励鼓励。To a nuclear blast and a supersonic. 给他一个欢呼！呜呼！帅气哦！我们一起拍手！耶 ，Dancing Show！ In the galaxy, at the galaxy, 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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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galaxy, at the galaxy, in the tired of the mad race. 掌声越大，他们跳得越卖力哦！ Just a funky deal and a lot of shakes. 耶！ 掌声鼓励！哇，我们掌声谢谢我们的小熊班！哇，他们呢真的一年一年比一年更进步哦。我们再一次给他们掌声鼓励好吗？哇，看完我们的小熊班呢，接下来我们要到我们教会最资深的松年牧区。我们松年牧区呢，今天要带来一个手语的演出。每一个早上，礼拜一早上呢，我都会来帮他们司琴。每一次我看到我们的长辈们，他们很热情的敬拜，他们很认真的练习，我真的是充满了感动。我就立志说，我到老都要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耶稣。哇，他们呢练这一首歌曲呢，练的有一段时间呢，是我们的潘牧师来指导他们的。他们也透过呢这个歌曲的部分，让他们更灵活，他们的灵意也更苏醒。你们知道吗？我的爸爸妈妈，我爸爸就是指挥，好，我的妈妈，好，今天也有上台在这边。他们每一天晚上都在家练习。当我回家的时候，就听到他们在家里唱着歌，然后呢，在练习这个诗歌的部分。好，那我们再一次掌声欢迎我们的松年牧区，他们带来的至高之处。
们一个掌声。他们就像天使天军围绕在我们的身边。在至高之处，我献上感恩；在至高之处，我举手敬拜。天使天军同声赞美耶稣，最大的荣耀都归于你。在至高之处，我献上感恩；在至高之处，我举手敬拜。不吝惜我们的掌声，我们会唱的，我们跟着一起唱。同声赞美耶稣，最大的荣耀都归于你。将颂赞归给我们的神。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配得最大的荣耀。再一次掌声鼓励鼓励。在至高之处，我献上感恩；在至高之处，我举手敬拜。天使天军同声赞美耶稣，最大的荣耀都归于你，最大的荣耀都归于你，最大的荣耀都归于你。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配得最大的荣耀。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配得最大的荣耀。哈利路亚，你配得最大的荣耀。掌声鼓励。哇，我们再一次谢谢我们的松年牧区带来的精彩的表演，感不感动？哇，我每一次在看的时候呢，都很感动。好，我们接下来呢，又要换我们的儿童牧区。我们的儿童牧区呢，从0岁到6年级都是我们的儿童牧区。
他们呢总共分成3个班，我们有小鱼儿班，我们有狮子王班，我们有羊妹妹班。哇，他们呢今天蓄势待发，已经准备好喽。今年呢我们呢演奏的是3首，好，我们要演唱3首呢英文歌曲，因为我们要走向国际，我们要带他们呢到处去宣教，哈，这是我们的意向跟目标。我们现在呢给他们一个掌声鼓励鼓励。我们今年呢也安排了3位小主持人。好，我们的3位主持人呢现在已经站在台上了。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永光小三帅，掌声鼓励。 Good morning, everyone. Good morning， 我是陈韶宁，我是蔡宗哲，我是张瑞元。帅 Welcome to Eli Church. Eli Church. Give me your hands. Clap your hands. 1, 2, 3, 4, 5. We are happy to be here again. Today is Jesus' birthday. Today is Christmas. We will sing. 1, 2, 3. We will dance. 1, 2, 3. Because Jesus loved the little children. Amen。 Now let's welcome Little Fish class. 掌声鼓励小鱼儿班。 Their song is Deep Down in My Heart. 耶，我们帮他们拍手。 Deep, deep, oh, deep down, down, deep down in my heart. Deep, deep, oh, deep down, down, deep down in my heart. Do you love my Jesus? Deep down in my heart. Yes, I love my Jesus. Deep down in my heart. Deep, deep, oh, deep down, down, deep down in my heart. Deep, deep, oh, deep down, down, deep down in my 我们一起 heart. 来唱。 Do you love my Jesus? Deep down in my heart. Yes, I love my Jesus. Deep down in my heart. 接下来我们换我们的杨妹妹班，他们要带来的歌曲是《Nothing But the Blood》，唯有耶稣的宝血。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nothing but the blood.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nothing but the blood. What can wash away my sin? Nothing but the blood of Jesus. What can make me whole again? Nothing but the blood of Jesus. Oh, precious is the flow that makes me white as snow. No other fount I know. Nothing but the blood of Jesus.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nothing but the blood.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nothing but the blood.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nothing but the blood.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nothing but the blood. What can wash away my sin? Nothing but the blood of Jesus. What can make me whole again? Nothing but the blood of Jesus. Oh, precious is the flow that makes me white as snow. No other fount I know. Nothing but the blood of Jesus.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nothing but the blood.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nothing but the blood. Oh, precious is the flow that makes me white as snow. No other fount I know. Nothing but the blood of Jesus.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nothing but 好，我 the 们准备 blood. 狮子王 Oh 班。 yeah, oh yeah, oh yeah, nothing but the blood. 掌声鼓励鼓励。接下来狮子王班要带来的是《Jesus Love Little Children》。
feel the beat, turn the music louder. If you feel the love, just shake your shoulder. Let me see all the kids throw your hands up, wave it in the air. Seems like you just don't care. 当你认为自己总是没人爱，长得太胖太矮，靠人总是空白。But that's alright， 因为耶稣喜爱世上所有的小孩。Come on, come on。所有小孩，世上所有的小孩，有钱没钱的他都爱，高矮胖瘦他宝贝。Jesus love the kids all around the world, love the kids all around the globe. No matter you are tall or short, no matter you are rich or poor, sing with me, Jesus loves me. ending pose。好，我们再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谢谢我们儿童牧区，谢谢我们的。好，谢谢我们的儿童牧区。哇，我们看完了最年长的松年牧区，也看完了年纪最小的儿童牧区。那接下来，我们要先来玩一个小游戏，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可以借我你的手吗？好，请你跟我这样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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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来跟隔壁的说圣诞节快乐。圣诞节快乐。好，我们青少年牧区呢是在每个礼拜六的晚上7点到9点在4楼聚会。我们从国中、国小到大学都有各样不同的分组，所以如果你们家里，然后或者是楼上楼下隔壁邻居，你只要知道他是国中、高中、大学生，都欢迎邀请他们来到我们青少年牧区。接下来是由我们立安老师为青少年牧区编导的一出戏剧，然后由青少年牧区跟立安老师还有秀莲区长跟我们一起演出的新浪子回头，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恰恰，我是秀莲小可爱，每天精神都很嗨，唱歌跳舞样样来，永光教会我最爱。恰，咦，怎么会有哭声啊？在哪里？哦，在这里。小兄弟，难道是我跳得不好吗？
不是啦，阿姨。嘿，不是啦，姐姐。我看到你在跳恰恰，我就想起了我阿爸。我阿爸他也很喜欢恰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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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念阿爸，就回去找阿爸呀。我不敢回去。怎么了？我告诉你啊，别怕，我是永光教会秀莲牧区的区长。区长是，也是永光教会选出来的执事。执事是，我有来自上帝赐给我的权柄。不要怕，说吧。你是永光教会的？是。来跟我说。好吧，我跟我阿爸还有我弟弟，我们家是种田的，我们住在快乐村。有一天，我阿爸跟我说，他叫我去种田。阿勇啊，爸爸。哥哥呢？不知道哎，今天都没有看到他。哦，安尼啊，来，来食这番薯啦，这是咱台南18号的番薯哦。哇，爸爸，你烤的番薯好香哦。是啊，食来食去，还是咱家己种的番薯上好食。他后早就出门，紧去买汉堡。阿强，你去买麦当劳哦？阮厝内底就有番薯啊。来，这有一个小的啊，食一个看卖啦。番薯，一天到晚叫我吃番薯。你喜欢吃番薯，你自己去吃啊！我偏偏就是要吃汉堡。你 Fine， 爸爸 ，Don't worry， be happy。哥哥想吃汉堡，就让他吃啊！我们来吃好吃的番薯。哦，好啦。你去买麦当劳有说啥去教会无？就伫对面尔呢。教会，是安怎我去买麦当劳，都一定要去教会嘞？那是你阿公的教会。还有你自己的教会，你跟阿公都喜欢去教会，为什么我就也一定要去教会啊？喜欢去教会，你自己去好了啦。Fine， 爸爸 ，Don't worry，be happy。哥哥不想去教会，我想去啊！我最喜欢去星期六晚上的青少年聚会了。你看看你弟弟多乖啊！你如果什么都不想做。来，赶快去进产啦！你嘛18岁啊，该长大了啦。进产？你看你两个呀，跑个像你哦，难看死了！我才不要种田呢，我可不想要皮肤晒黑哎。吃地瓜，去教会，去种田，那都是你的想法，你根本就不知道我想要什么。我觉得吃地瓜。去种田、去教会都很棒啊，都很棒。阿爸，你跟阿公从以前就待在这个地方，现在又要我跟弟弟也待在这个地方，这里那么破，那么烂，就只可以种田，你们还自己以为自己很幸福啊？你根本就没有去台北看过。我听说台北那里什么都很好。他们那里的人也很厉害，井底之蛙。你就这样，阿强说了重重的话，狠狠地伤了爸爸的心。他也离开了自己的家，
开始要当自己的主人，开始了他新的人生。阿强拿着爸爸给他的零用钱，决定出发去看看这个美丽的世界。哇，果然台北就是不一样，这就是传说中的女子天团。阿强，你，我，我，你是谁啊？我不认识你啦。阿强买了许多礼物送给了女子天团，爸爸来找阿强回家，但是他却狠心的不认家人。这就是台北说的一夜致富吗？如果我成功回去了，我要让我阿爸跟我弟看看。比小，在我们那里都是比大哎。这一次我一定要小！耶！第二轮是比大，比大，哥，你是谁啊？我不认识你啦。阿强迷上了赌博，他输了许多的钱。弟弟来找他回家，他却又再一次狠心的不认家人。哦，这就是夜店文化吗？我也想要来夜店。我不会喝酒哎。可以，来。
哇！恁是谁啊？我不认识你们啦。阿强和一群新朋友饮酒作乐，爸爸和弟弟再次来找他，但是他却又第3次的不认他们。我的朋友呢？我的钱，我的钱也没了。阿爸，阿爸，阿爸，阿爸。一段时间之后，阿强发现自己的钱也没了，他所认识的新朋友也因为他没有钱而离开了他。他孤单的流落街头，又累又饿。阿爸，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汉吉哦，汉吉哦，台南18岁的汉吉哦，要买汉吉无？一粒20块，一粒20块，数学较袂好。哦，汉吉哦，要买汉吉无？哦，缘投的要买汉吉无？甲我捧场一个啦，甲我捧场一个啦，20块就好，20块就好。汉吉哦，人要买汉吉无？汉吉哦，要买汉吉无？啊，要买汉吉无？买汉吉诶！嘿，哇，行李过来，行李过来啊！少年诶，我甲你讲，这台南18号2.0版的韩旗，这台北敢有哦？有香无？有香无？有香无？有想要食无？有无？18号的韩旗2.0版哦。是为台南来的吗？台南改良的2.0版的18号韩旗，搁平看嘛？你还未落去？等下，嘿，要买无？少年，我甲你讲吼，你甲我同款烟头吼，我卖你15块，拄则拢卖20。稍等者。嘿。无，后抓才买啦。哎，无彩，2.0版的韩旗，你可食袂着啊！在家里有吃不完的韩吉，我都不吃，到现在想吃也没得吃了。我嘛袂使安尼就转去啊，实在是伤更小啊。可是我只有18岁，没有人要用我，我去找了工作也找不到，人家说我什么都不会做，连大学都没读。我到哪一天才可以回家？难道我就要饿死在街头了吗？下午散步，来去散步步。宝贝们，我们等一下散完步步之后就可以吃饭了。大家好，我是王美美。这2只是我的小宝贝，小蓝跟小粉，我们看起来是不是很像啊？妈咪最爱你们了。现在几点了？已经下午2点了。等一下还要去弄头发，还要喝下午茶。怎么办？来不及带你们散步了。要是有人可以帮我就好了。我可以。弟弟，你可以哦。你好，我叫做阿强，我今年18岁。我家已有养2只土狗，都
是我负责遛的哦，遛狗没问题，喂狗我也可以。真的啊？对啊。哇，那就太好了，那我就把2只宝贝就交给你喽。没问题，交给我。这是他们的晚餐，你要记得喂他们吃东西哦。没问题，没问那我就题。先走啦。好，宝贝，好拜拜。总算找到工作了。小兄弟，这个给你。这是什么？永和豆浆的烧饼油条啊！谢谢。阿强，其实我跟你讲哈，匪类也可以变人类，浪子也可以回头。我真的可以回头吗？我阿爸还会要我这个不孝子吗？会，只要你有勇气认错。勇气是，请看《勇气的故事》。好吃吧？我曾经犯错，我鄙视爸爸、弟弟，我甚至鄙视上帝。我曾经软弱，我不认爸爸和弟弟，我想要一个人往前走，才发现我很无助。我决定来到耶稣面前，跪下祷告。没想到，耶稣却温柔地安慰我。我是这样的不配得，我决定要回家去认错。阿爸，爸爸无条件的接纳了我。因着耶稣的爱，我们能够重新在爱里和好。只要有勇气，有上帝，耶稣永远就在我的心底。这就是勇气的故事。我真的可以回去吗？当然可以。你看这个永和豆浆不比爸爸的地瓜好吃吧？我们回家吧。嗯，回家。回家。
知阿强伫嘛伫外口，过得有较好吧？阿爸，阿强，阿爸，阿强，阿爸，阿强，是的，我错了。转来就好，转来就好。哥哥，弟弟。对不起，过去的我太骄傲了，我都看不起你们。等我出去了，我才发现，还是家里最温暖。阿强啊，其实啊，阿爸也要跟你说声对不起啊。我以前太常要求你要照我的话去做，而去忽略你自己的感受。阿爸跟你说声对不起。阿爸，你妈来讲，我也太任性了。我以后要重新做人。走出去了一圈，我才发现，原来在我困苦的时候，居然是一个教会的姐姐给我安慰，还给我吃东西。我怕回来被你们笑，被爸爸骂。结果当我有勇气认错，你们根本就已经饶恕我了。有家人的地方才是最幸福的，有天父的家才是真正的家。幸福，幸福，有够幸福！你们看这一幕，阿强、秀莲姐，好，加油哥！哎，秀莲姐，秀莲姐，我们都是永光一家人。阿强、秀莲姐姐要让你更幸福，更幸福。是青少年牧区的朋友，开嘛！哇！让我们掌声鼓励他们。想象中有一个幸福天地，分分秒秒踩在云端里，好像幸福只存在童话故事里。自从耶稣进入我的生命，心中眼睛被主爱开启，好像幸福的天地正在我心里。它并不是遥不可及，也不需要完美主义，它是真实而简单地活在主爱里。一起来，幸福是相信现在拥有的，感谢上帝供应。幸福是分享自己领受的，教别人的利益。幸福是相信圣经所写的，每句都是真理。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因他必看顾你。耶！每个星期六的晚上7点钟，青少年牧区等你哦。好，今天鼓励我们的新浪子回头演完了，谢谢大家。哇，想不想来参加我们的青少年牧区啊？哇，欢迎你介绍你的邻居、好朋友，所有的人一起来参加我们的青少年牧区。接下来我们要来欣赏我们的牧区的影片。我们在我们的教会呢，有儿童牧区、有妇女牧区、壮年牧区，还有我们的松年，还有我们的妇女牧区。我们现在一起来欣赏这一段影片。是我们办旧约游踪的影片。我们在复活节的时候，我们有各式各样的演出。这是永和国中的弦乐团。
永伟牧区，就是我们出社会的社青的这一群朋友，还有带着孩子们，我们都一起可以参加。想象中有一个幸福我们的青少年儿童牧区，渺渺踩在云端里，好像幸福只存在童话故事。还有我们的妇女的玉喜牧区。自从耶稣进入我的生命，心中眼睛被主爱开启，看见幸福的天地就在我心里。他们充满了活力，也有我们的松年牧区，他们的出游。也不需要完美主义，它是真实而简单的。每个月的第5周，他们也会献诗。幸福是珍惜现在拥有的，感谢上帝公义。幸福是我们的秀莲牧区，教别人的礼仪。幸福是他们邀约非常多的新朋友一起来参与教会的活动，也把福音传给他们。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因他必看顾你。自从耶稣进入我的生命，心中眼睛被主爱开启。我们的国宾牧区，看见幸福的天地就在我心里。他们有聚餐，有家庭探访。也不需要完美主义，它是真实而简单的，活在主爱里。幸福是还有我们的修黄牧区，感谢上帝公义。幸福是分享自己领受的，教别人的礼仪。再来就是我们的青少年牧区，相信圣经所写的每句都是真理。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因他必看顾你。他并不是遥不可及，也不需要完美主义，它是真实而简单的，活在主爱里。幸福是珍惜现在拥有的，感谢上帝公义。幸福是分享自己领受的，教别人的礼仪。幸福是相信圣经所写的每句都是真理。幸福是再来是我们的儿童牧区，有我们暑假的戏剧营。看顾你。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必看顾你。掌声鼓励鼓励。弟兄姐妹，大家圣诞快乐！哇，很高兴今天早上我们可以聚集在这里。你看，我们永光教会所有的人总动员，为了就是要庆贺今天的日子。今天是非常特别的日子，是耶稣基督降生的好日子。圣诞节在告诉我们耶稣的故事，也让我们来了解说，哦，原来耶稣的故事就是在告诉我们，上帝要把他的爱注入在我们每一个人家庭里面。我相信我们都在寻找真正的幸福在哪里。你知道你的幸福在哪里吗？知道。你知道你的幸福藏在哪里吗？哇，这个可以让我们来思考哦。所以在今天盼望我们在这里能够好好透过这样的戏剧活动节目的表达，
就是要告诉我们有关于圣诞节这美好的故事，也告诉你在圣诞节当中你可以找到真幸福的。我们感谢上帝，因为这位上帝，我们不只称他为上帝哦，我们也称他为天父阿爸，阿爸天父。我们一起来说好不好？天父阿爸，阿爸天父，来，天父阿爸，阿爸天父。原来在我的生命当中，我不只有生我的父亲哦，我有一位天父是在天上的，这位才是真正创造我的天父。而这位天父，他时时刻刻的在告诉我们，他为我们预备了非常丰盛的一切。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他为我们预备了我们所必须要的所有。然而有很多人不认识这位天父，或者忽略了他，所以呢，就靠着自己想办法要找到真的幸福，但是很辛苦的，对不对？自己要去营造那幸福的氛围，容易吗？不容易哦。要想去爱别人，有时候反而是怎么样被伤害的咯。所以天父要告诉你，原来你可以在一个地方来学习到，来享受到真正从上帝而来为你预备的那幸福跟爱。而在这个地方，你就可以好好的来领受，以后就可以把这个爱从这里带回到家里。而这里是哪里呢？这里就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天父的花园，就是教会。所以我们非常欢迎今天你是第一次来到这里，或者你几次来到这里，你还没有成为真正基督徒的，我要告诉你，圣诞节是一个传爱的一个故事。圣诞节是一个告诉你，原来真正的幸福是可以在圣诞节所发生的这件事情，这奇妙的事情里面是可以领受的。而这领受就是上帝为我们预备了这个爱的家庭，这个上帝的花园教会里面可以来得着的。所以我们刚才有看到我们永光教会有许许多多的牧区哦，等一下你也会看到我们永光教会更多的小家庭，就是小组，他们透过小组来在彼此分享，去领受爱，去更知道天父的爱是多么的伟大，更明白天父爱我们，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都是为了让我们可以享有的。然而我们如果没有在这里好好的来学习，那很可惜，因为你永远在别的地方没有办法找到一个真正的爱，一个真正可以分享出去完全无私的爱，唯有在教会当中。所以牧师盼望今天你来到这里参加我们今年的圣诞的这么美好的节目，大家尽心尽力，就是要表达天父的爱就在这里。而这天父的爱可以帮助你能够领受爱，能够分享爱，能够有健康的爱，能够有满足的爱，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爱带回到你的家，因为你的家才是你最需要爱的地方。也许你过去在家有备受伤害过，也许你过去你的家不是一个很整全的，但是你还是依然爱着你的家，因为把这一些过去的伤害、不安全，这些过去的这些眼泪，如果你都摆下的话，我相信你依然会希望你的家是充满幸福的。而这幸福从哪里来？从上帝而来。上帝借着教会，借着小组，让我们可以享受这一切，而你就可以带着改变回到你的家，去祝福你的家。这是我们今年很清楚的一个主题，让我们明白，原来真正的爱是在你的家可以找到的，真正的幸福是神为你所预备的那个家。也许现在还不是很完全，但是因为你可以在这里，你可以去认识耶稣基督，你可以去明白，原来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就是要把这上帝完全的爱流露出来，也透过他的出生，
直至到他的死，都在跟我们说，这永远不改变的事实，就是上帝爱你，上帝更爱你的家，上帝要你幸福，要你美满，上帝要你的生命是丰富是丰盛的。如果你还没有得着这一切，我说你可以在这里，从这里出发，而把这里的祝福就可以带回到你的家。我相信你的家就因为你得改变，你的家也会因为你来得着祝福。你愿意吗？我们一起继续来看我们永光教会为大家所继续预备的天父的花园细胞小组。Ho, ho, ho! Merry Christmas! 每周一的松年小组、玉兰小组，还有我们的慧灵小组。秀菊小组，星期二早上的预喜小组，还有我们的玉珍小组，丽娜小组。慧燕小组，重文小组，礼拜3晚上，我们的秀莲小组，国宾小组。恩小组，倩乳小组，豆豆小组，昭德小组，文文小组。照明小组，荣伟小组在周五的晚上，嘉信小组，志豪小组，修煌小组。青少年周六晚上，平安、佑生、哲伟、本玉、怡静小组；星期天早上，狮子王、杨妹妹、小玉儿家长园地。永光教会欢迎你们，我们掌声鼓励给各小组还有牧区。弟兄姐妹，在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享受一个非常温馨的圣诞节。你知道吗？圣诞节是在庆祝圣诞老公公的生日吗？庆祝谁呢？耶稣。耶稣他把爱带到我们当中。我相信今天来到这里的，你都领受到这一份爱，所以你会来到这里。在耶稣诞生的那夜，有天使，他向世人来报佳音。他先从牧羊人开始，然后一直到全世界人都听到这美好的信息。我们这个时候要一起来用这一首歌来彼此的祝福，来传达耶稣带来爱的信息，报佳音的信息，好吗？请我们弟兄姐妹一同起立，然后我们请诗班呢要把这个我们的蜡烛呢送到我们的手上，然后我们要来唱这一首平安夜。
可以把你的蜡烛把它打开。好，我们的诗班会把我们的蜡烛发下去给我们每一位在场的弟兄姐妹。那请我们前面我们把蜡烛打开，我们来唱。平安，我们把蜡烛打开。神的山野。消息，我们有一个姐妹，她叫做廖义珍，30几岁的一个年轻的妈妈，她现在正在和信医院，正在跟病魔打斗。医生宣判她的时间可能是非常有限，但是你知道吗？她这个时候正在看直播，跟着我们一起度过这个圣诞节。牧师这个时候要邀请我们所有在场的弟兄姐妹，我们多么的幸福，可以来到教会来参与这一场的圣诞的欢欣。有许多人他们不能够来到这里，甚至是在医院里边，所以这个时刻牧师要邀请我们弟兄姐妹，特别在这个平安的时刻里边，我们要来为这一位姐妹叫做廖义珍，我们来为她祷告，让她在这个时刻能够度过一个最危急的时刻。求神，我们的耶稣基督要亲自医治她，阿们吗？我们把我们的蜡烛，我们把它举起来。然后这个时刻，我牧师要邀请我们一同开口来为廖义珍，我们来为他的病得医治。我们越祷告，我们越得力，神就在他的身上来掌权作王。1、2、3，哈利路亚！主耶稣，这个时候我们为了廖义珍姐妹，为了她的身体来祷告。主耶稣，你是有权柄的，主啊，你是医治的神。主，他多么的渴慕能够来到教会与我们共度这个圣诞。但是主耶稣他身体虽然不行，但是主耶稣我们在这里，我们共同为他祷告，你的灵就进到他里面，你来行医治的工作。主啊，除去他身上所有的癌细胞。主耶稣，在人不能
再生，凡事都能。主耶稣，求你给他的家人，给他的女儿，让他们都带着信心，因为耶稣，你是复活的神，你是医治的神。谢谢主，你把这个医治的爱带到义珍的身上。谢谢主，谢谢主，哈利路亚，谢谢主。华语的平安夜，看着旁边的人，对他唱。是的，当你看着他的时候，基督的平安就在他身上。姐妹请坐。最后我们一个 ending 的好戏，我们邀请我们的飞鹰以及我们的少年舞团来为我们跳这 Celebrate the Season， 掌声鼓励。God
再一次给他们热烈的掌声，耶！亲爱的来宾们，我们从刚刚到现在，我们看到这一些的青少年，还有我们的儿童，以及我们的松年，以及我们的诗班，每一个人在这里所表演的、展现的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的爱。这是在外面看不到那一份从天上来的爱，因为我们是配得耶稣所喜悦的，因此耶稣为我们而降生，耶稣看我们为宝贵，耶稣说你配得我为你而降生。所以我们很感谢神，让我们今天永光教会在这里为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演出这一场的一个精湛的，是颂赞给神的。好，那在这个时间呢，牧师呢，我们这个时候我们预备要来奉献。我们的奉献呢，是把我们的心意加上我们的行动，然后把我们的金钱献给神。所以我们要用一个真诚的心、敬虔的心来奉献。请我们弟兄姐妹安静的来预备。好，我们开始来奉献。谦卑领受生命活泉，生命触摸。我们会把奉献袋从你的面前慢慢的传过去，用一个安静的心来奉献。还有在4楼的弟兄姐妹，我们同样也都祝福你们圣诞快乐。虽然他们不能够在现场，但是呢，他们一样透过我们的电视可以来观赏。我们也祝福他们。好，那这个时刻呢，我们要来分享教会的事工。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在我们这1-2个礼拜呢。从圣诞节12月开始，待降节开始呢，我们各个牧区都有举办圣诞餐会，
非常的热闹精彩哈。我们有看到我们的秀莲牧区，还有我们的青少年牧区的参会，还有我们的儿童牧区，以及我们的松年牧区的圣诞参会。哇，我们在昨天晚上呢，我们的小组呢，到了楼下的文具店是什么？9乘9，在那里报佳音。他们的店长呢邀请我们去为他们报佳音，所以呢也带来很多的客人，然后在那里一起来庆贺耶稣的诞生哈。好，接着，哇，明天呢是我们这一年的一个圣诞的探访，要探访谁呢？探访了他在家里面或者安养中心不能够来到教会参加礼拜的弟兄姐妹，所以明天呢，我们这些安排的长子呢，我们也准时来集合。下个礼拜是我们领袖班毕业的受证的一个典礼，所以呢，请我们的同工呢来参加。再来就是我们的长职，新任的长职，以及我们的铁三角的就任誓约，也是在下个礼拜。另外，我们恭喜兆明的细胞小组呢，他们拓殖出慧珍小组，新任的小组长是黄慧珍，还有他的守望者是李望娇。2位有在这里吗？好，在这里哈。他们透过幸福小组整个小组的带动，所以呢，他们现在人数已经达到，所以他们兆明小组呢就把一组呢分职出来给我们的慧珍小组长，还有我们的守望者望娇呢，由他们来带领。我们恭喜兆明细胞小组拓殖成功，感谢主。好，再来。我们的财务部呢，马上就要关账，所以呢，我们弟兄姐妹呢，如果你要申请款项的，要赶快来做这个事情，把它弄好。再来，我们下个礼拜天的关怀部同工以及迎宾大队呢，有一个训练会，所以呢，请我们准时参加。如果你是关怀部的同工以及要迎宾的，一定要参加，不然你不晓得如何来服侍。OK， 好，接着，好。12月31号，我们各个单位的首长，请我们都要把你的事工报告以及财务的决算表都要回缴过来给我们的行政干事，我们的子琳，让他能够赶快要来做一个年度的手册，所以我们要按照这个时间哈。好，接着我们1月5号有长职会，长职会呢，这一次我们要邀请牧区的小组长、区长、小组长能够列席，因为呢，我们要来做一个分享跟见证以及讨论，就是有关于圣诞这一次的布道参会，我们要整个统合，然后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一次举行的状况，作为我们明年的一个改良改善哈。好，谢谢。哇哦，今天还有圣诞参会的压轴好戏，是我们的国宾跟修煌牧区。所以呢，有报名的，我们等一下呢，结束的时候就可以到楼上来参加他们的圣诞参会。12月23号 ，OK， 好，接下来的一个礼拜，这个礼拜的我们的小组的聚会呢，有小组长来自由安排，不是停止聚会哦，是自由来安排。你们可以有一个圣诞的聚餐，或者是其他的，大家能够很轻松的来联谊。好，那我们明天的松年呢，你们的聚会是暂停一次，好，暂停一次。好，接着，好，我们2月1号，明年现在都在讲明年喽。明年的2月1号呢，是我们的儿牧还有青少年乐团的敬拜赞美的训练营，我们现在要赶快来报名。我们这个训练营呢，就是接着呢，我们如果要开始在敬拜赞美了，参与服事的孩子们跟青少年，你必须要先经过这一个训练营的一个训练，所以呢，要赶快来报名。一个孩子多少钱呢？100块，100块。我们有歌唱技巧的训练，还有乐团乐手的训练，还有主领的训练。所以我们的家长呢，也留意一下，如果你很渴慕让你的孩子参与在敬拜赞美的服事，你就可以报名。有意愿的就可以报名。那如果现在已经在服事的呢，现任的服事的团员一定要报名，一定要报名。在我们的教会里边，我们都是把最好的态度献给神，所以我们有装备有训练，我们才有服事。所以大家来注意这个时间。
另外，青少年呢，在2月8号有我们青少年专属的E2的门徒营，所以我们青少年也开始来报名。接着呢，我们继续为这一些的弟兄姐妹，廖义珍，就是刚刚我们在平安夜的诗歌里边祷告的时候，来为这位义珍呢，当牧师在医院里边，我们在唱平安夜的时候，他是在医院，在上个礼拜才受洗的，然后他一听到平安夜，他突然间醒过来了，他就说平安夜，哇哦！后来呢，我们再唱一次的时候，牧师再一次提醒他说：“你知道这是什么歌吗？”他说什么？你知道他说让牧师好感动。他说：“我的歌。”一个几乎是昏迷的人，但是当他听到诗歌的时候，他灵就醒过来。现在家人都为他非常的着急，在医院里边。所以永光教会，他现在已经受洗，牧师去为他受洗，成为我们永光的家人。他有3个女儿，年纪都还很小，所以我们真的确要为廖义珍继续来祷告。廖义珍就是豆豆的表妹，也就是明皇长老的表妹，千惠老师的表妹哈，所以我们这样就知道。还有继续为我们的锦湖，还有来友姐妹，来友今天有来吗？宝玉今天有来吗？OK， 他昨天身体不舒服。还有瑞俊的妈妈丽华姐妹，瑞俊的妈妈哈，以及云婷，还有柳怡玲姐妹的儿子嘉诚，在美国，他现在有好多我们的祷告呢，让他的身体的恢复非常的快哈。继续的为我们的梁约翰，还有我们玉霞的孙子红旗，好，我们就为这几个弟兄姐妹在祷告当中来纪念他们。好，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要来欢迎这一位新朋友。我们这一位新朋友来在哪里呢？有没有在这里？啊，有没有在这里？哦，艾伦，你介绍一下，是你的朋友吗？对，我的朋友。你介绍一下好吗？他是在美国读书。哦，是。对。可以站到中间来，让我们看一下吗？我们看不太清楚。他是他不对，他是美国人。哦，美国人。现在在台大。哦，在台大念书。对。哇，非常欢迎。OK，Thank you，Welcome 。美国人哈，所以呢，等一下呢，年轻人可以跟他去打个招呼。他是来学他会讲中文，他来学中文了哈。那你们可以跟他学英文，彼此交流。彼此受惠，好，这是一个很好学英文的机会哈，祝福他。好，接下来第2位，好，我们来欢迎33易33，有没有在这里？我们这里有好多个33哦，好，我们的易33是不是在楼上吗？好，如果在4楼的，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易33。好，接下来，好，下一个我们来欢迎，月春，黄月春姐妹，月春有没有在这里？月春在这里哈，哇哦，上帝祝福你哦哈，月春。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李瑞婷姐妹在这里，好，这是知和的妹妹哈，也欢迎瑞婷。好，接着我们来欢迎小燕，是不是？好，小燕在哪里呢？刘小燕。好，在4楼，我们热烈掌声欢迎4楼的新朋友。好，接着嘉欣，我们欢迎庄嘉欣，嘉欣在哪里？好，在4楼，我们欢迎4楼的新朋友。好，接着小圆，是不是？小轩吗？圆 ，OK， 好，我们欢迎小圆。哇，热烈掌声欢迎你。好，我们也欢迎。这一位是宝智，殷宝智弟兄，上帝祝福你，我们也欢迎你。好，我们接着来欢迎这一位我们的，好，有吗？名字？卓雷，好，蔡卓雷弟兄在哪里呢？好，这是雪吗？是雪，是不是？雪啊哈。
好打错了啊，是姐妹，对不起，我们打错了哈。你下一个礼拜来，我们就会打对了。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位秀鸾姐妹啊，在这里，非常的欢迎你。接着我们介绍玉纯在哪里？哇，玉纯，我们也欢迎你。好，我们再来介绍这一位是银子姐妹吗？有没有在这里？好，在4楼，我们欢迎4楼的银子姐妹。哇，这个名字也太可爱了。她说介绍人自己。好，福田姐妹在楼上。好，我们也欢迎福田，掌声大一点，不然他们听不到。好，好，我们也欢迎远从美国回家的玉燕跟白艺玲全家在4楼，请他们到楼下来好了，请他们到楼下来哈。好，再来接下来介绍月娥也在4楼吗？好，我们欢迎4楼的月娥。好，哇，每一位都是我们所欢迎的，也是耶稣也在这里来欢迎你们。而且你们来到这里呢，我们期待从2020年开始，你可以给自己一个计划，每一个礼拜天用大概1个半小时来到永光教会，一起敬拜赞美这一位神，因为他赐给我们的生命，他赐给你一切的所有，所以他爱你，他是配得我们来到这里来敬拜他。所以我们这一些的今天我们介绍的所有的新的这些好朋友，我们再一次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他们。好，再来。好，现在呢，我们这些的新朋友，我们起立一下。刚刚介绍的新朋友，请我们起立一下。哇，刚刚介绍还有4楼的，不要忘了哈。好，我们再一次热烈掌声，我们说一次欢迎。好，那我们要送给他们小礼物哈，请我们把他们宾团队来送给他们小礼物。那现在呢，我们的好，我们一同起立，我们要来彼此的祝福，一同起立来。我们用英文来哦，来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loving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我们来唱中文。我们祝你圣诞快乐，我们祝你圣诞快乐，我们祝你圣诞快乐，平安新年。好，来，牧师要特别介绍，来，这个家庭来，终于回来了。玉燕呢是我们的前任的校长，因为今年7月他们整个移民到美国去，今年特别回来跟我们过圣诞哦。我们跟他们说圣诞快乐。好，我们继续，我们大家来握手，彼此来祝福。哇！祝你圣诞快乐，我们祝你圣诞快乐，来，我们祝你圣诞，大家彼此来握手。祝你圣诞快乐，我们祝你圣诞快乐，平安新年。我们祝你圣诞快乐，我们祝你圣诞快乐，我们祝你圣诞快乐。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and a Happy New Year. 好，我们仍然站立，非常的喜乐。
在最后，我们先不要离开。我们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还会有圣诞老公公的行列哦。好，所以现在我们仍然站立，我们要请我们的主任牧师来为我们圣诞的祝福。我们仍然站立。我们下个礼拜的时间恢复9点跟10点45的礼拜，所以我们来留意这个时间。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愿耶稣基督降生的喜悦跟祝福，在你跟你的家里常常发生，并且经历他的救恩，经历他的同在，也经历他与你们走过任何的时刻。更愿圣灵与你们同在，激发你们充满了爱，充满了温馨，也充满从神而来足够的力量，来走人生的道路。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好，圣诞老公公。